量的听，大量的听，你比较能够培养语感和对语言的认识。就跟我们台语跟国语的例子啊，比如说那个踢啦、踹啦、掌跟台、八个线，像这样我们都是透过听去体会出来，所以听其实是蛮重要。可是我们在台湾呢，学英文往往那个次序就是倒过来，我们比较重视读。可是说重视读，其实也不见得。我们读的其实又很少，往往就说重视读，但是那个在读的时间大部分，那么100-200个字，我们花2个礼拜这么分析它的句型、它的文法。如果那2个礼拜我们来读10篇故事、20篇故事，也许我们的阅读能力真的会增强。但是你花再多在那边分析啊，在那边弄到学生其实都很厌烦，对英文都很排斥。那我们以后不管你去教书或者自己来讲，你听的很容易，就是现在网络时代，你打开电脑，你很容易听到各种广播、各种故事。那或者你可以到书店买一些录影带的来听啊。你可以从这里面学到的，那最好的就是儿童的读物、儿童的录音带、录影带，因为这些用词用字都是最简单的。那这些简单的，你学会，你就比较能够活用。事实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中文或台语，你会运用自如呢，其实都是生活小孩子会接触到那些第一步。那再来才是学术语言。那我们通常呢，到了大学里面呢，学到的那个英文或课本比较学术语言比较多，在我们日常的表达翻译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这用上去会比较困难，因为学术语言都比较长，或者比较用些难的字。所以我们在台湾学英文的呢，如果学得相当好，他顶多也是说，他对大学阶段的英文学的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个潜义的英文，往往都不太会用，因为潜义的英文，我们说实在也几乎没有什么学，因为我们这个初中、高中这个课本的文字英文都比较假，不是实际上在生活上人家真正这么用的，所以在使用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弥补的方式就是大量去接触儿童的故事书、儿童读物，还包括儿童的知识领域的读物。所谓知识领域的读物，就是美国、英国、澳洲，他们小孩子在很小阶段里面，透过英文来增加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常识的那些读物，例如说，他们在教小朋友交通规则、交通安全的书，教小朋友卫生习惯、保健的书，教小朋友地理知识的书，教小朋友公民常识的书，里面就有很多用字，你成年以后还会用到的，是我们基本常识里面必备的。可是这一部分反而是我们最欠缺，对不对？我们在小学都读过什么？我们学自然的时候就说植物有行光合作用，对不对？小学就有读过。然后光合作用是透过日光、水、二氧化碳跟叶绿素行光合作用来制造糖分，制造它的能源。那光合作用英文怎么讲？Photosynthesis， 这小学就应该会的。可是我们在台湾因为考试不考，我们即使研究所毕业、外文研究所毕业，大部分也不会。
所以这个你就没办法应用了，也没办法真正做翻译。真正翻译就是这种日常生活，就是说功能作用强烈，那你就少数的功能作用。然后不能借，我们在台湾以往我们的英语教学都借口说那是专业名词，我们可以不用管，考试不考，可是不行，因为那个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说辞。你在那个生活里面做翻译，在生活实践上一定要用到啊。还有，你现在你到一个公司，谈到对外商公司，你的上司老板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布置呢，就是要把它布置或摆设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或者说画成一个，你就画一个平行四边形嘛。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在台湾英文系毕业、英文研究所毕业的同学，知道平行四边形英文怎么讲吗？知道等腰三角形怎么讲吗？我相信99%都不会。那这个本来应该你小学就应该会的，我们为什么到了研究所毕业还不会？这个就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对这个很基本的小学就学过的这些知识领域的词汇呢，我们以往呢就是好像那个闭目不识，好像当作它不存在。那在以前是可以，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应付考试啊，因为考试是我们自己出题目啊，我们这些教育单位、这些考试单位呢，他就把这些排除在外，不在考试范围内，所以你不会，人家也不会知道。可是现在国际化、生活化，你可能要做翻译，你可能要做导览。你的老板，你可能是在跨国公司工作，你可能要出差，你要解释你的产品，你就需要会表达。所以如果连这种小学的词汇我们都不会，其实说不过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语言，它的小学教育啊，就代表那个文化里面、那个国家里面，你必须要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跟词汇。所以我们如果美国、英国小学，特别是小学1年级教到的内容跟那些词汇呢，我们应该都要有办法。如果你是学英文，就应该有办法用英文表达；你如果是学日文，就应该有办法用日文表达。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否则你的英文是没办法去应用。那这些读物呢，用的文字也都很浅，所以现在也很多这样的课外读物或者读本大家可以找来看。那英文的部分我们就大略讲到这里啊。以下我讲一些跟就业比较有关的这是一些统计数字，就是说很多大学生担心自己毕业即失业有研究所以上更是高达86%。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这样的担心。其实担心的不是说你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实力到不到。事实上还是有蛮多企业找不到员工。比如说以我们出版社来讲，我找不到英文够好的那个英文编辑，找不到够好的中文够好的中文编辑。所以你如果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我非常需要啊。你如果是英文系，你的英文能够避免常见的错误，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个以往我们学英文的这样多少人累积的，我们学的英文里面有几千个常见的词，我们是完全误会它的意思，它有些是刚好相反的意思，有些意思是不对。比如拿一个简单的那个 steal 跟 rob 来讲，
我们在中学到大学都告诉我们 ，rob 是抢 ，steal 是偷，可是英文不是这样 ，steal 也是抢 ，rob 也是偷，跟它是偷跟抢是没有必然关系，你要看前后文啊。其实中文也是一样啊。中国讲的那个大道不死，圣人不止道，大道不死。大道并不是说强盗啊，意思也是偷啊。还有那个这个会计盗走公款，并不是这个会计小女孩抢的公款，而是偷走公款嘛。这中文也是一样，盗跟抢也是有时候是替用的，所以英文这个 steal 跟 rob 常常互相替用，所以你以后看到那个报道说什么小偷抢了多少钱，或者是抢匪偷了多少钱，你就可以确定它是因为英文出现 rob 跟 steal， 所以他就是读中学的时候中毒太深，以为 rob 永远都是抢 ，steal 都是偷，所以不一定，你要看前后文啊。那现在那个职场的现代环境里面是变迁很快速，所以我们要有专业的能力呢，应该还最重要要有就业力。那就业力跟就业呢，其实不太一样。就业不等于就业，就业力就是说我找到工作你就有就业，可是就业力就是说你想找工作就有工作，这个才是就业力。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不应该是说我找到工作，而且你如果找到工作3个月、5个月以后你裁员，或者人家觉得你不适任，这样也不是办法，而是你要让你的老板、让职场觉得说缺了你，他就很麻烦。比如说你的电脑，我相信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公司都需要有一个电脑高手。但是一个公司、一个学校里面最怕的就是那个电脑最高干的人呢，他跑走给挖角离开以后，后来的人就是如果碰到电脑宕机啊，又有问题呢，以前那个人他可能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就解决，现在这个人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如果1个礼拜、2个礼拜，那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可能就完蛋，他就不需要你这个人，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说很厉害，人家打听到说什么中毒啦、入侵啊或什么宕机，你就有办法很快就找出原因。那你这种电脑人才，人家一听到以后，可能就要设法挖你的钱。那你这时候就是你在挑人家。如果原来公司很好，你可能就继续待下去；如果不够好，你可能就会想说，哎，别人可能条件更好。同样的。你做编辑，比如说什么稿子来，你都有办法应付，都能够改稿啦，能够修理，抓住它的毛病，润饰让它更好的面貌呈现。那不管总编辑也好啦，出版经理或者老板都一定会很重视你，而且将来你很快就会升任主编、总编辑，或者你自己。将来要出去自己开一家出版社，自己办一个杂志，你也比较能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都不用担心那个说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所以就业力跟就业短期就业是不一样，就业力是你长期的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发展你的专业能力，这样的时候，你在转换跑道、转换是不同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很快就能够接轨。比如说，你有几个专长，2、3个专长，除了这个有相乘效果以外呢，假设说你是电脑的专长，万一说隔了那个10年以后，也许到那个时代我们完全不用电脑，我们用别的工具，那你的专长也许就没有用。假设啦不一定是真的这样，但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专长，
也许那时候社会变了，变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最需要的是农夫，需要会种田啊，会种水果，会种有机蔬菜的这种人才。那你刚好假设说你的专长有2样，你平常也很注意养生啊、有机，还有这个生态方面的，你知道怎么去种出健康、营养、对环境没有伤害的有机的食物的话，如果10年以后这个社会变了，你的专长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植物，当时没有任何用处啊，有1、2个用处，就是说登山队会常常找我去，如果那个像台大、政大登山队，他们每一年或者每一学期会有办一次那个向导训练营，会找我去介绍植物或者介绍野外求生植物，啊，只有那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或者是那个帮那个什么登山杂志写一些介绍野外求生植物的，赚一点小小的稿费，那时候稿费非常低，只有这样的那个，别的用处好像谈不上。可是隔了20、30年以后，开始就有点用处。后来竟然因为我对植物的那个业余的兴趣，人家在编字典啊，在翻译的时候，常常会来问我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翻啊？就变成了慢慢的变成这一方面的那个，好像也是半个专家。虽然我不是真正植物学家，可是毕竟植物学家大部分都不太懂英文，所以他们在英文的翻译或者要定名的时候，要取舍，还要一个人咨询。那相对植物学家，我是比较业余的，可是，在那个英文界，我就变成是植物专家，因为他们想到的就是说，去找那个苏老师问他这个植物到底中文怎么翻。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逼得我自己要去进修，因为每一次帮别人查资料的时候，自己做研究，一查越深入越了解，就慢慢的从完全业余到这方面的那个半个专家。然后后来还有我在大一的时候对字典很有兴趣，买了很多几十本不同字典在那比来比去。那很多同学或有些人觉得很无聊啊，一本字典就够，干嘛用37本字典，然后没事那翻来翻去，看它定义有什么不同？以前人家那个叫那个钻牛角尖，或者是那个好像什么玩物丧志这样的，就不务正业，搞这些那个雕虫小技的事情。可是也没有想到，隔了30年以后，竟然派上用场。就是美国、英国他们在编字典的时候，当然之前是因为我进口字典、卖字典，对字典比较熟悉，所以比较推销起来比较顺利。可是难免也会发现美国、英国他们字典里面有一些定义不是很好，或者有一些错误，所以以前也会说写信去告诉他们说，这里定义不好啦，要怎么修改。刚开始人家可能会不太理会，就觉得说，我们编字典编了150年或编了多少年，轮到一个外国人来说三道四。刚开始可能不服气，可是慢慢写久了，慢慢也接受。后来也邀请我到他们出版社去演讲啊，然后担任他们字典顾问。所以像美国最有名的韦氏字典，它的 Lerner's 字典，它的序言里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九龙书从头到尾帮我们那个把关，还有提供很多宝贵的建议，就变成他们的总顾问，而且每看一次，只要看那个稿子2、3个小时，就可以有在当时35000块台币的配因为他们在国外给专家审稿就是
每8页或16页，我就给你1000块美金。那对我来讲是驾轻就熟，因为一个字典里面会出现怎样的错误，有怎样的缺点，我已经胸有成竹。所以以前30年、40年的研究我就派上用场，就马上用上去。别人可能看那8页或16页，可能要看1个礼拜，我可能看2-3个小时。那譬如说，我最常改的是什么地方？只要那个字典给我看，第一个就改它的 orange 跟 tangerine， 就橘子跟柳橙。对美国人跟英国人来讲，橘子跟柳橙的区别，他们真的讲不出来。可是对于华人来讲，我们很容易啊，橘子用剥的，柳橙用切的啊。所以你这样一讲就可以啊。他们因为不知道这个关键的区别，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英国它字典定义橘子跟柳橙，你看它定义都一模一样，都会说芸香科植物、开白花、水果、可食。那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定义的这个定义一模一样？一个叫橘子，一个叫柳橙。那我就会加上在柳橙上面加柳橙的皮是比较坚韧 ，with a tough rind。橘子的皮是松滑滑 ，with a loose skin that is easily removed。皮是很松的，所以很容易就剥开。这样就解决了定义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定义啊，所以这个定义就是我给的。所以这样的定义，像现在 Oxford 啦、Longman 啊、Merriam-Webster 都采用我的定义。还有比如说，我们都像今天大家有看报纸看到说，什么也有什么海洋世界有那个海狮怎样表演？那我们海狮跟海豹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西拉，一个叫西尔。我们讲一个海狮，一个叫海豹。还有我们学英文都说 crocodile 跟 alligator 都是鳄鱼。然后我们的字典告诉我们说，一个叫长吻鳄，一个叫短吻鳄。请问你记得哪一个是哪一个 ？crocodile 是长吻还是短吻 ？alligator 是短吻还是长吻？我们记了半天还是搞混，对不对？其实那样的定义都不够科学，所以我刚才有讲到，我们要有科学研究的精神。你做研究，然后再其实以后很简单，你要看那个 crocodile 跟 alligator， 你就看图片，它嘴巴闭起来的时候，第4颗牙齿凸出来，所以以后你看那个图解，牙齿有冒出1颗牙齿，你数数是其实不用数了，它在那个位置就是第4颗牙齿凸出来。那个就是 crocodile。如果它嘴巴合起来，第4颗牙齿埋在里面看不出来，就是 alligator。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任何百科全书里面、分类学里面都有讲，只是编字典的人没有把这个参考进去。所以我们如果杂学、国学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其实不会没有用处啊！你在编字典下定义的时候，甚至上课演讲的时候派上用场，听众或者读者就会比较有兴趣，学生就会比较有兴趣。还有，我刚刚讲的海狮跟海豹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海狮跟海豹，你如果看照片啊，我相信没有人看得出来，因为你看照片就是一模一样，你要它走路的时候、移动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海狮呢，它在移动的时候要下水或上岸的时候，它后面的2个鳍还没有完全退化，所以后面2个鳍还会动，所以它走起来比较快。可是那个海狮，可是海豹呢，它后面2个鳍完全退化了，2个 flipper 都没有了，所以它要上岸或是下水的时候呢，它就拖着下半身很笨重的移动，那个就是海豹。所以，如果美国的出版社请我做顾问，我跟他讲这3个例子，他马上就说 OK， 我跟你签约，请你做顾问，然后那个付你审稿费，因为你能够讲出一些关键点，然后你可以指出他字典里面定义不好的地方，这样他就会有足迹。所以我们很多那个本来读的
只是个人的兴趣，或者是觉得蛮好玩就弄弄，将来都会有用处。所以同学，如果你有什么嗜好，你喜欢极限运动也好，你喜欢漫画，你喜欢那个任何你感兴趣的东西，其实都不用担心，你就是好好去发展它，你将来都可以结合你的专业，都可以派上用场。所以，我们台湾当年就20-30年前就不应该禁止那个电子游戏，因为台湾在当年那个电子游戏就认为不正当的娱乐就把它禁掉，然后呢没收什么啊，所以我们那个产业本来它这个跟电子产业是结合的，跟我们的电脑是息息相关。那你看像日本跟韩国，他们没有禁止，所以他们的游戏软体就很发达。那台湾最近这5年来才开始鼓励，可是太晚了。不过还好，我们现在还有鼓励，所以可能还有希望。所以任何你喜欢打电动玩具啊，如果将来你当父母，其实小孩子喜欢打电动，你也不用那个去禁止他，你应该因势利导，就是说你可以去打电动玩具，但是你该读的、该做的事你去做，你就好好去打。甚至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台大教授，他买那个给他小孩子的那个，他在20年前他就买给他小孩子的啊。像这样就后来他小孩就是做这种创意产业啊，做搞设计啊，对，就是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任何有兴趣的，我们都去做就是了。所以你去就业或者学什么东西，第一个你感不感兴趣是最重要，所以你要勇敢去追求你的兴趣，有必要为了说职场的趋势去那个。如果职场趋势这个样子，你可以去注意留意，跟你的兴趣结合。但是不要说我的兴趣不在此，然后来埋没或者牺牲我们的兴趣跟专业来迁就职场，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必要。那样其实往往也做不好，即使你赚到钱，薪水比较高，你做的也很痛苦。也许我这个讲法跟很多家长跟社会人士的讲法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那个看过那个《3个傻瓜》这个电影，对不对？我也是那个很多人跟我讲，我也是那个上个礼拜才跑去看，其实也是这样啊。你看那个很乖的，完全照那个院长的话去做的，他那么努力，了不起也不过第2名。可是那个就是完全发挥创意，然后为了兴趣去胡搞乱搞，然后发挥他的天才的，他还是他真正的成就还是更大，对社会的贡献还是更大。虽然那个读第2名的，他很循规蹈矩，按照学校的规定去做，读了第2名，然后最后也成为一个也赚了很多钱，当然很了不起。可是另外一个有200项专利，然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更大啊。其实后面这个部分，我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跳过去。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有这个终身学习的这种态度跟观念，因为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代呢，你学了英文，你外文系毕业，你就可以教书教一辈子，你根本不需要进修，因为你教国中多简单，26个字母，那几个句型，反正就是 this is a book 这样的句子，所以你不需要准备，你可以教一辈子啊。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学生他有可能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回来的，有可能他的父母英文很强，有可能他从小读很多课外读物，
也许他读过双语学校，也许他跟外国人学那个英文学了很多年，都不一定。所以我们都需要跟得上时代，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资产，我们要随时 update。因为知识的东西，有一些知识是1年就过时，有一些是5年就过时，有一些10年就过时，不一定。但是我们就随时要与时俱进，这样我们的才跟得上时代。另外，其实最简单的那个来讲，你不用讲别的，就是说，你追求新的知识，人生也比较快乐，你不会那么无聊啊。我们想想看，当年的中学老师，当年的国中教英文老师，为什么他们的态度那么不好，教书那么枯燥呢？因为他教10年、20年就教同样的东西，他觉得太没有挑战，所以他自己觉得那么简单，啊你怎么那么笨，你都不会。可是从现在观点，你随便问他一篇文章，随他问他一篇报道，可能他就不会。等到他知道说英文呢，语言现象是无穷，他自己的所知也很有限，他就会比较客气，会比较虚心来教学生，而不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笨，那么简单也不会。另外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说到职场上呢，我们除了专业能力以外呢，就是工作上的态度、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你要知道变通。那知道变通呢，如果大家能够参考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你比较严谨、客观、逻辑的态度跟方法来读书来学习，然后不要那么现实的那么功利，说我什么学什么不学，事实上自然而然就会培养这样的能力，比较会有应变、融会贯通的能力。还有，以往在很多学校里面教学的方法呢是比较被动，所以呢，学生呢在学习的那个的过程，他们的方式呢，他把我了解的内容知识，我跟考卷沟通就好，我答出来就可以。可是他们不太需要跟别人沟通。可是进入职场以后呢，他的知识呢是要来跟别人，你不是你自己懂就好，你要懂得把你懂的东西让别人也懂，让别人了解你的想法跟你的知识。所以沟通能力，你的怎么去 present 你的知识就蛮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说你有知识以外，你还要能够做 presentation， 你要能够表达，你要能够甚至表演。但是我们不是政客，倒不需要去做到表演那个程度。但是你看政客他们都很喜欢表演，但是我们起码要能够呈现我们的知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你到任何公司，只要你要当主管的，人家就要求你上去做简报，所以你的简报能力就很重要。那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老师都比较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学生上来做简报、做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那在早期台湾是比较透过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底下听。那如果我们的教育方式比较有多这种讨论，多一些意见交流，多一些需要去说服人家或让别人能够接受你的意见的，这样对职场的工作也会有帮助。那还有研究能力啊，我们在研究所当然都会老师、学校都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那个调查研究，那这样的能力在职场里面就蛮重要的。以往我们是比较不重视这一些研究调查。
还有这些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尽量去学习这些能力呢，将来可以带着走，可以移转。比如说有机会呢，我们就要自告奋勇去帮忙做义工啊，去帮忙做接待啦，去帮忙做老师的助理啊，去表面上好像说我们失掉一些休息或者打工的机会，有一些工作可能是没有报酬，但事实上对增进我们人际关系跟培养应对跟学习一些可以转移能力都是蛮重要的。我认识蛮多人啊，其实就是自告奋勇，帮国外来的学者去接待他，去机场接待他，然后成为后来这些国外知名学者，当然就写信来感谢这个研究生，然后后来建立交情以后，这个研究生他后来要申请美国的这些名校的那个入学之后，这个认识人当仁不让帮他写介绍信，还帮他交涉，取得蛮不错的奖学金。反正我认识一个朋友，本来是说只可能给他多少钱，后来因为他是家里比较没办法负担那个美国名校的学费，一年都要台币那个200万左右的那个费用，后来就是帮他争取到买好的条件。那这些都是因为透过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去帮个忙，然后就认识了这个名学者，然后就这样搭上线，然后后来帮那个名学者的那个论文，也是自告奋勇把它翻成那个中文，登在中外文学。然后因为这样的然后翻出来确实还翻得不错。当然，这个原作者会帮你修改，还是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就帮他修改，然后登出来以后，后来也算是碰到贵人。但是碰到贵人，并不是说碰到贵人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偶然的机遇，很多我们可以制造、可以创造，因为这种机会太多，很多只是你如果不走出去，你就不会有这种机会。还有我们要培养这样的自信，就是说，只要我出来做，我参与，我一定能够做出贡献，会让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不要存着那个混一下，说啊这个是所长派的啦，指导老师派的，叫我做的，根本我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态，你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工作，其实都是白白付出，因为你也很痛苦，然后你做的成绩，人家可能不会满意。但是你如果你去做以后，就说这个是我来做，跟别人做会有不同，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巧思、跟你的创意、跟你的专长，把它投射进去、投注进去，这样你做出来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啊。就像说，我想这种职场的讲座很多啊，像如果人家找我，我就会想到说我是学外文的，我是对植物有兴趣，我会想办法说，我把这个植物跟外文的这个把它弄进来。如果纯粹谈说我怎么创业啊，怎么赚钱啊，为什么营业额能够达到那样的那个啊，那个你跟比如说以苏宁，假设说苏宁2亿的营业额，跟郭台铭那个几兆营业、3兆营业额比起来，那算什么啊？所以你要比那个，就有人有更那个，但是在一个中型企业里面，就是说我们做自己有兴趣的，然后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跟兴趣能够结合。跟我读外文系，然后跟植物、跟中国文学、跟历史、跟人文有兴趣结合在一起，啊，我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我很快乐做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人生观跟这样的态度，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跳过，也许有兴趣的可以把这个投影片
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分说一样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台湾跟其他国家可能要求也会不一样。好，那我们慢慢走上国际化以后呢，这些要求呢，慢慢呢会越来越一致。比如说台湾20年前、30年前跟现在的要求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看这样的那个调查里面啊，像他们希望的就是说有特定技能跟知识有关能力，还有通盘的整合能力啊，还有态度。就说你的个性，还有跟人家相处的能力，除非假设说你是电脑专业的，处理这个，当然你个性比较孤僻、比较怪，人家对你无可奈何，因为反正电脑没有故障，我不会去找那个电脑工程师来解决，说我电脑坏掉了、宕机啦或者那个，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呢，可能都需要跟别的部门去沟通协调，去那个即使我刚刚讲的电脑专业，技术方面的，其实也不见得完全不需要跟人家沟通的。不过比较可以说，你不太理人家，人家还是会来找你。但是有很多部门，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人家互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英国、欧洲其他国家跟日本，他们在调查大学生毕业时所拥有的能力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例如说，像英国就蛮重视学习能力跟工作独立性，在欧洲是工作独立性是第3，可是，在日本认为忠诚跟整合是最重要。那在台湾呢？以往呢，企业的老板也是比较重视你的忠诚度，现在可能也蛮重视，可是现在你光是忠诚度可能不够，他要求你的能力。以前台湾早期是你的忠诚比你的能力更重要，因为你的能力不够，但是勤能补拙，老板相信你，起码他知道你不会做坏事，不会把公司搞垮，所以他还是相信你。可是现在呢，公司慢慢都有制度化，通常你一个员工你要乱搞，破坏也是有限，因为有很多你没办法去经手，钱你不会经过你的手就是小钱，所以他比较重视的是你的专业啦或其他的能力，所以忠诚他当然也会考虑，但是不是唯一的考虑。所以这些因素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你到外商公司，他就要求你非常独立。可是，在华人的公司里面，他可能不会要求你非常独立，他可能你要看你的老板，你的老板如果他很授权，他是希望你不要来烦他。可是有一些老板他是一把抓，有些主管是，你只要没有透过他，他都很不高兴。所以你就是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工作环境里面哪一些，你当然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你没有这种能力不行。但是你有独立工作能力，你在职场上如果那个工作环境它不鼓励你独立，你还是按照那个企业的文化跟环境来作业，好，你把自己的事办好，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主管希望要能够透过他，能够报告他，那你就去报告他。但是在外商是不一样，外商是你最好都不要来找我啊。所以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工作的机会来那个，不管老师学校的授课，我们都可以尽量做这样的设计，来让同学有机会来体会，来学习这方面的能力。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2句话。就马太福音里面啊，我不是基督徒啊，不过我觉得这句话蛮那个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 to you。就是有求必应啊，无求不应啊。你敲门，门才会为你打开。你要争取好的机会，你要主动出击。譬如说，你要求加薪，可能你要自己提出来，或者还有就是说，你去就业的时候，你去面谈，你如果希望3万块或者4万块，你就不要讲2万块。你如果讲2万块，人家不会主动给你3万块。你要讲你真正期望的，不要讲为了迎合人家去讲那个。你如果讲3万，人家可能砍成2万5，你讲2万5，就是要1块给5，可能会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你要去要求，要去追寻。这个是在职场上，在学问上也是这样。你如果英文或任何一门学识知识你不懂的话，你要去问，人家才会给你答案啊。包括问自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词，你要问自己说，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讲，然后你问了自己，你问人家，人家也许给你答案，或者你上网去查。那你问自己，你下次碰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期而遇。比如说，你看到任何一个，假设说我刚刚看到讲的那个金露花，你就在想说英文怎么讲？你碰到海豚，或者碰到我刚刚讲的说海豚或者海豹、海狮，我们看到这个字就去想到说啊，这英文怎么讲？或者说我们假设看到昨天或今天的报道说，那个在那个梵蒂冈那边，他们要把那个保罗什么几世那个什么宣服，我们就要想宣服英文到底怎么讲英文就是 beatify beatify。你要同时去想英文。你下次看到英文的报道的时候，你看到 beatify 或 beatification， 就是我们中文的那个所谓宣服的仪式。像这样，我们都是要有这种好奇心，去追这种 curiosity， 还有这样的动机 motivation， 这样我们的学问就会知识就会越来越多。还有一个这英文是我写的Never too young to open a book, never too busy to read。开卷不嫌早，学习不怕老，想读不会没时间。这个是前年台北阅读协会他们在那个要选那个提倡阅读的标语的时候，我心血来潮那个写了一个中英文的那个标语，后来网络票选，我就没想到就第1名，后来台北市立图书馆就把它做成那个书签。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个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我们谢谢那个施老师、施董事长这么丰富的那个演讲内容。那不晓得说现在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好奇一下的？就刚才施老师也提到了，事事都应该抱持着好奇。那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在这边讨论一下这样子？那么要主动敲门才会有所获这样子的。请问董事长抱歉请问那个义工义工制度还有那个制作财产权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影响到就业？义工制度跟制作财产权的事情，有没有直接间接影响到就业
是是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影响。对，很多工作人家做。因为每个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因为你义工也会创造更大的兴趣跟市场，那也会，比如说博物馆的义工，或者博物馆它也需要正式职员，也需要义工，他会因为有义工而把那个他们的导览员那个裁员掉啊，我想也不至于吧。还有那个著作权，当然都有正反两面的。比如说，著作权可能创造工作机会更大，而不是更少。比如说，你创作了一首歌，拍了一张照片，人家转载，可能你就有赚钱的机会。还有，因为这些著作权很繁琐，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懂，就会去请教法律顾问、著作权顾问、专利商标事务所，然后就创造了这很大的商机。那台湾在早期没有这个著作权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专利事务所还有发明的这个申请的事务所就没有那么多家，可能只有1-2家，现在可能就有几百家啊。还有了这个以后，经纪人，比如说你经纪人就更有工作做。我刚才没有时间解释那个很多经纪人的工作，比如说你要做经纪人，除了影歌星、运动员以外，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经纪人。比如说在台湾很可惜的，我们这个经纪人都没有好好去发挥，也没有去培养，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蛮多发明，可是这个发明你都很少看到它上市啊，因为它都没办法把这些发明的东西到国外去申请专利，然后去接洽美国、英国、德国、欧洲的这些大公司，把这些专利权去授权，取得权利金。我们其实也是嫌麻烦，只要人家出100万美金，他就想，哇，100万美金是3000万，那不得了，我就卖断了。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他们没有那么傻。它有什么专利？你看，光是发明回纹针跟那个广告那个信封的那个贴一个那个玻璃纸，那个窗式玻璃纸。像有一次我去芝加哥，我朋友带我说，哦，这个豪宅就是发明那个广告那个信的那个上面有一个窗口贴透明玻璃纸，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名字这样。那发明那么小东西，在台湾可能我5000块就卖掉了，他不卖掉，他就用专利啊，所以他就靠那个就赚了几亿啊。回纹针也是一样啊，像台湾我们可能就回纹针，那我就5000块卖给你了，我把一个铁丝卷成这样去申请专利。那像这样的，就是要有这样的概念。如果经纪人呢，他不会卖掉，经纪人又是抽佣金，就是最好卖一辈子，我才可以抽一辈子啊。如果卖断就抽一次而已。今天我也稍微分享一下刚才那个讨论的问题。其实像我有朋友他的那个，也就是说他就说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他都会比如说他带不管是父母亲或是他自己的小孩，然后就是从小就带着他去做很多的运动，然后他们的想法就会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也有相关于刚才苏老师提到，就是说让他去做一个，对，他就广结善缘。他广结善缘的时候，可能也为他自己创造很多的机会。那至于说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就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要把它串起来的话，它其实就创造了更多的那个可能性这样子的。所以又回到刚才苏老师提到的，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说一定要看到最眼前最短暂的那个利益，而是可以先布下很多的种子。然后为将来铺更多的可能跟机会这样子。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或者说也想要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或感想？有没有？李老师、苏金老师。
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台语，我们学国语的那个经验一样，我们学一种语文其实都没有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你只要把我们学母语的方式拿来用，比如说我们学中文啊，我们学台语是最简单，我们纯粹用听的，就学会一种语文。所以你也可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说，我也不想去买书，我就是听，我就是在操作电脑或者那个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英文的节目打开，我就是听，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买美国、英国他们小孩子听的那些童话故事啊，或者什么讲笑话什么听，这样或者是看美国的那些连续剧啊，那些儿童节目、卡通什么都可以，漫画都可以。像这样的方式，最容易、最自然而然就学会一种语言。那你如果说要进一步，已经脱离故事那个阶段，唯有知识内涵，那有很多写给美国、英国6岁、7岁、8岁小孩子的这种知识性的读物啊，1000个为什么、10000个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5万个为什么，这些都蛮有趣的啊。讲那些知识，其实有很多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植物有这些卷须啊？为什么那个海豚或者海狮、海豹，它的那个鳍会退化？其实很多这种儿童百科全书都有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演变。比如说海豚本来是陆地上那个一种中陆兽，像狗那样的动物，后来为了生活环境的关系，到海里去讨生活。所以一个哺乳动物本来是陆地动物，又变成海里的动物。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知识跟语文，学语文哦，没有必要为了学语文而学语文。语文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载具，所以你在学知识的东西的时候，本身就在学语文。所以我们要可以那个学一个东西，达到2个或3个目的。我们在台湾以前呢，是说学英文把它抽离起来，学中文把它抽离起来，所以这样学了以后，除了应付考试，其实都很难整合应用。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学在学宗教的时候，我们的课本如果是英文的，你好好的把那个英文的好好的去看。如果你看不懂，你找更浅的；如果更浅再看不懂，你交替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标准教科书，它可能是学者比较难一点，你看着，然后搭配的美国、英国、澳洲写给中学生的那些有关宗教的那些介绍，搭配来看。像美国、英国他们都有宗教课程啊，就是他们公民的一部分。你把那些拿来搭配看，你就很容易就能够接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同学有去家教，或者当义工去辅导人家，或者你自己有小孩，教小孩的时候亲子阅读，找小孩子读英文的材料，你选一些有趣的一起读，这样的你又不用去缴补习费。我觉得去补习班补英文那种，其实都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金钱。事实上，最好的就是你跟你的小孩子一起阅读，又可以培养感情，又可以跟小孩子不会有代沟。然后呢，你也比较知道，就是说，也可以从这里面，万一小孩子不懂，也可以辅导他。但是我们会担心说，万一有的发音不标准，这个现在都不成问题。现在你都可以找那种有发音的、有录音带的，然后一起来那个，而且这样父母的那个脾气也会比较好。你如果碰到小孩子不会的时候，不会动不动就是为什么这老师不会？你会发现，我们在吸收知识的时候，有时候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没办法开窍的地方。大人也是一样，不止小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小孩子刚好不懂，我们懂，我们就可以教他多读写啊，那个听的是最重要的。
大量的听，如果大量的听，你比较能够培养语感，和对语文的认识。就跟我们我一开始以台语跟国语的例子啊，比如说那个踢啦、踹啦、掌跟太、八个线，像这样我们都是透过听去体会出来，所以听其实是蛮重要。可是我们在台湾呢，学英文往往那个次序就是倒过来，我们比较重视读。可是说重视读，其实也不见得。我们读的其实又很少，往往就说重视读，但是那个在读的时间大部分，那么100-200个字，我们花2个礼拜这么分析它的句型、它的文法。如果那2个礼拜我们来读10篇故事、20篇故事，也许我们的阅读能力真的会增强。但是你花再多在那边分析啊，在那边弄到学生其实都很厌，对英文都很排斥。那我们以后不管你去教书或者自己来讲，你听的很容易，就是现在网络时代，你打开电脑，你很容易听到各种广播、各种故事。那或者你可以到书店买一些录影带的来听啊。你可以从这里面学到的，那最好的就是儿童的读物、儿童的录音带、录影带，因为这些用词用字都是最简单的。那这些简单的，你学会，你就比较能够活用。事实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中文或台语，你会运用自如呢，其实都是生活小孩子会接触到那些第一步。那再来才是学术语言。那我们通常呢，到了大学里面呢，学到的那个英文或课本比较学术语言比较多，在我们日常的表达翻译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在用上去会比较困难，因为学术语言都比较长，或者比较用一些难的字。所以我们在台湾学英文的呢，如果学得相当好，他顶多也是说，他对大学阶段的英文学的还可以，但是对于那个浅易的英文，往往都不太会用，因为浅易的英文，我们说实在也几乎没有什么学，因为我们这个初中、高中这个课本的文字英文都比较假，不是实际上在生活上人家真正这么用的，所以在使用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弥补的方式就是大量去接触儿童的故事书、儿童读物，还包括儿童的知识领域的读物。所谓知识领域的读物，就是美国、英国、澳洲，他们小孩子在很小阶段里面，透过英文来增加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常识的那些读物，例如说。他们在教小朋友交通规则、交通安全的书，教小朋友卫生习惯、保健的书，教小朋友地理知识的书，教小朋友公民常识的书，里面就有很多用字，你成年以后还会用到的，是我们基本常识里面必备的。可是这一部分反而是我们最欠缺。对不对？我们在小学都读过什么？我们学自然的时候就说植物有行光合作用，对不对？小学就有读过。然后光合作用是透过日光、水、二氧化碳跟叶绿素行光合作用来制造糖分，制造它的能源。那光合作用英文怎么讲 ？Photosynthesis， 这小学就应该会的。可是我们在台湾因为考试不考，我们即使研究所毕业、外文研究所毕业，大部分也不会。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应用了，也没办法真正做翻译。真正翻译就是这种日常生活，就是说光能作用强烈，那你就傻住了，光能作用。然后不能借，我们在台湾以往我们的英语教学都借口说啊那是专业名词，我们可以不用管，考试不考，其实不行，因为那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说辞。你在那个生活里面做翻译，在生活实践上一定要用到啊。还有，你现在你到一个公司，谈到对外商公司，你的上司老板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布置呢，就是要把它布置或摆设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或者说画成一个，你就画一个平行四边形嘛。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在台湾英文系毕业、英文研究所毕业的同学，知道平行四边形英文怎么讲吗？知道等腰三角形怎么讲吗？我相信99%都不会。那这个本来应该你小学就应该会的，我们为什么到了研究所毕业还不会？这个就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对这个很基本的小学就学过的这些知识领域的词汇呢，我们以往呢就是好像那个闭目不识，好像当作它不存在。那在以前是可以，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应付考试啊，因为考试是我们自己出题目啊，我们这些教育单位、这些考试单位呢，他就把这些排除在外，不在考试范围内，所以你不会，人家也不会知道。可是现在国际化、生活化，你可能要做翻译，你可能要做导览。你的老板，你可能是在跨国公司工作，你可能要出差，你要解释你的产品，你就需要会表达。所以如果连这种小学的词汇我们都不会，其实说不过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语言，它的小学教育呢，就代表那个文化里面、那个国家里面，你必须要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跟词汇。所以我们如果美国、英国小学，特别是小学1年级教到的内容跟那些词汇呢，我们应该都要有办法。如果你是学英文，就应该有办法用英文表达；你如果是学日文，就应该有办法用日文表达。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否则你的英文是没办法去应用。那这些读物呢，用的文字也都很浅，所以现在也很多这样的课外读物或者读本啊，大家可以找来看。那英文的部分我们就大约讲到这里啊。以下我讲一些跟就业比较有关的啊。这是一些统计数字，就是说很多大学生担心自己毕业即失业啊，有研究所以上更是高达86%。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这样的担心。其实担心的不是说你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实力到不到。事实上还是有蛮多企业找不到员工。例如说以我们出版社来讲，我找不到英文够好的那个英文编辑，找不到够好的中文够好的中文编辑。所以你如果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我非常需要啊。你如果是英文系，你的英文能够避免常见的错误，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个以往我们学英文的这样多少人累积的，我们学的英文里面有几千个常见的词，我们是完全误会它的意思，它有些是刚好相反的意思，有些意思是不对。比如拿一个简单的那个 steal 跟 rob 来讲。
我们在中学到大学都告诉我们 ，rob 是抢 ，steal 是偷，可是英文不是这样 ，steal 也是抢 ，rob 也是偷，跟它是偷跟抢是没有必然关系，你要看前后文啊。其实中文也是一样啊。中国讲的那个大道不死，圣人不死，大道不死。大道并不是说强盗啊，意思也是偷啊。还有那个这个会计盗走公款，并不是这个会计小女孩抢的公款，而是偷走公款嘛。所以中文也是一样，盗跟抢也是有时候是替用的。所以英文这个 steal 跟 rob 常常互相替用，所以你以后看到那个报道说什么小偷抢了多少钱，或者是抢匪偷了多少钱，你就可以确定它是因为英文出现 rob 跟 steal， 所以他就是读中学的时候中毒太深，以为 rob 永远都是抢 ，steal 都是偷，所以不一定，你要看前后文啊。那现在那个职场的现代环境里面是变迁很快速，所以我们要有专业的能力呢，应该还最重要要有就业力。那就业力跟就业呢，其实不太一样。就业不等于就业，就业力就是说我找到工作你就有就业，可是就业力就是说你想找工作就有工作，这个才是就业力。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不应该是说我找到工作，而且你如果找到工作3个月、5个月以后你裁员，或者人家觉得你不适应，这样也不是办法，而是你要让你的老板、让职场觉得说缺了你，他就很麻烦。比如说你的电脑，我相信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公司都需要有一个电脑高手，但是一个公司、一个学校里面最怕的就是那个电脑最高干的人呢，他跑走给挖角离开以后，后来的人就是如果碰到电脑宕机啊，又有问题呢，以前那个人他可能5分钟、10分钟、1个小时就解决，现在这个人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如果1个礼拜、2个礼拜，那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可能就完蛋，他就不需要你这个人，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说很厉害，人家打听到说什么中毒啦、入侵啊或什么宕机，你就有办法很快就找出原因。那你这种电脑人才，人家一听到以后，人就要设法挖你的钱。那你这时候就是你在挑人家。如果原来公司很好，你可能就继续待下去；如果不够好，你可能就会想说，别人可能条件更好。同样的，你做编辑，比如说什么稿子来，你都有办法应付，都能够改稿啦，能够修理，抓住它的毛病，润饰让它更好的面貌呈现。那不管总编辑也好啦，出版经理或者老板都一定会很重视，而且将来你很快就会升任主编、总编辑，或者你自己将来要出去自己开一家出版社，自己办一个杂志，你也比较能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都不用担心那个说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所以就业力跟短期就业是不一样。就业力是你长期的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发展你的专业能力，这样的时候你在转换跑道、转换是不同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很快就能够接轨。比如说你有几个专长，2、3个专长，除了这个有相乘效果以外呢，假设说你是电脑的专长，万一说隔了那个10年以后，也许到那个时代我们完全不用电脑，我们用别的工具，那你的专长也许就没有用。假设啦不一定是真的这样，但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专长，
也许那时候社会变了，变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最需要的是农夫，需要会种田啊，会种水果，会种有机蔬菜的这种人才。那你刚好假设说你的专长有2样，你平常也很注意养生啊、有机，还有这个生态方面的，你知道怎么去种出健康、营养、对环境没有伤害的有机的食物的话，如果10年以后这个社会变了，你的专长就可以派上用场。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植物，当时没有任何用处啊，有1-2个用处，就是说登山队会常常找我去，如果那个像台大、政大登山队，他们每一年或者每一学期会有办一次那个向导训练营，会找我去介绍植物或者介绍野外求生植物，只有那个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或者是那个帮那个什么登山杂志写一些介绍野外求生植物的，赚一点小小的稿费，那时候稿费非常低，只有这样的那个，别的用处好像谈不上。可是隔了20-30年以后，开始就有点用处，后来竟然因为我对植物的那个业余的兴趣，人家在编字典啊，在翻译的时候，常常会来问我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翻啊？就变成了慢慢的变成这一方面的那个，好像也是半个专家。虽然我不是真正植物学家，可是毕竟植物学家大部分都不太懂英文，所以他们在英文的翻译或者要定名的时候，要取舍，还要一个人咨询。那相对植物学家，我是比较业余的，可是，在那个英文界，我就变成是植物专家，因为他们想到的就是说，去找那个苏老师问他这个植物到底中文怎么翻。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缘，逼得我自己要去进修，因为每一次帮别人查资料的时候，自己做研究，一查越深入越了解，就慢慢的从完全业余到这方面的那个半个专家，然后后来还有我在大一的时候对字典很有兴趣，买了很多几十本不同字典在那比来比去。那很多同学或有些人觉得很无聊啊，一本字典就够，干嘛用30几本字典，然后没事那翻来翻去，看它定义有什么不同？以前人家那个叫那个钻牛角尖，或者是那个好像什么玩物丧志这样的，就不务正业，搞这些那个雕虫小技的事情。可是也没有想到，隔了30年以后，竟然派上用场。就是美国、英国他们在编字典的时候，当然之前是因为我进口字典、卖字典，对字典比较熟悉，所以比较推销起来比较顺利。可是难免也会发现，美国、英国他们字典里面有一些定义不是很好，或者有一些错误，所以以前也会说写信去告诉他们说，这里定义不好啦，要怎么修改。刚开始人家可能会不太理会，就觉得说，我们编字典编了150年，或编了多少年，轮到一个外国人来说三道四。刚开始可能不服气，可是慢慢写久了，慢慢也接受。后来也邀请我到他们出版社去演讲啊，然后担任他们字典顾问。所以像美国最有名的韦氏字典，它的 Hermes 字典，它的序言里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九龙书从头到尾帮我们那个把关，还有提供很多宝贵的建议，就变成他们的总顾问，而且每看一次，只要看那个稿子2-3个小时，就可以有在当时35000块台币的配因为他们在国外给专家审稿，就是每
8页或16页，我就给你1000块美金。那对我来讲是驾轻就熟，因为一个字典里面会出现怎样的错误，有怎样的缺点，我已经胸有成竹，所以以前30年、40年的研究就派上用场，就马上用上去。别人可能看那8页或16页，可能要看1个礼拜，我可能看2-3个小时。那譬如说，我最常改的是什么地方？只要任何字典给我看，第一个就改它的 orange 跟 tangerine， 就橘子跟柳橙。对美国人跟英国人来讲，橘子跟柳橙的区别，他们真的讲不出来。可是对于华人来讲，我们很容易啊，橘子用剥的，柳橙用切的啊。所以你这样一讲就可以啊。他们因为不知道这个关键的区别，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英国它字典定义橘子跟柳橙，你看它定义都一模一样，都会说芸香科植物开白花，水果可食。那就说，那为什么这个定义的这个定义一模一样？一个叫橘子，一个叫柳橙。那我就会加上在柳橙上面加柳橙的皮是比较坚韧 ，with a tough rind。橘子的皮是松滑滑 ，with a loose skin that is easily removed。皮是很松的，所以很容易就剥开。这样就解决了定义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定义啊，所以这个定义就是我给的。所以这样的定义，像现在 Oxford 啦、Longman 啊、Merriam-Webster 都采用我的定义。还有比如说，我们都像今天大家有看报纸看到说，什么也有什么海洋世界有那个海狮怎样表演？那我们海狮跟海豹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西拉，一个叫西人。我们讲一个海狮，一个叫海豹。还有我们学英文都说 crocodile 跟 alligator 都是鳄鱼。然后我们的字典告诉我们说，一个叫长吻鳄，一个叫短吻鳄。请问你记得哪一个是哪一个 ？crocodile 是长吻还是短吻 ？alligator 是短吻还是长吻？我们记了半天还是搞混，对不对？其实那样的定义都不够科学，所以我刚才有讲到，我们要有科学研究的精神，你做研究，然后再其实以后很简单，你要看那个 crocodile 跟 alligator， 你就看图片，它嘴巴闭起来的时候，第4颗牙齿凸出来，所以以后你看那个图解，牙齿有冒出一颗牙齿，你数是第，其实不用数的，它在那个位置就是第4颗牙齿凸出来。那个就是 crocodile。如果它嘴巴合起来，第4颗牙齿埋在里面看不出来，就是 alligator。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任何百科全书里面、分类学里面都有讲，只是编字典的人没有把这个参考进去。所以我们如果杂学、国学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其实不会没有用处啊！你在编字典下定义的时候，甚至上课演讲的时候派上用场，听众或者读者就会比较有兴趣，学生就会比较有兴趣。还有，我刚刚讲的海狮跟海豹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海狮跟海豹，你如果看照片啊，我相信没有人看得出来，因为你看照片就是一模一样，你要它走路的时候、移动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海狮呢，它在移动的时候要下水或上岸的时候，它后面的2个鳍还没有完全退化，所以后面2个鳍还会动，所以它走起来比较快。可是那个海狮，可是海豹呢，它后面2个鳍完全退化，2个 flipper 都没有了，所以它要上岸或是下水的时候呢，它就拖着下半身很笨重的移动，那个就是海豹。所以，如果美国的出版社请我做顾问，我跟他讲这3个例子，他马上就说 OK， 我跟你签约，请你做顾问，然后那个付你审稿费，因为你能够讲出一些关键点，然后你可以指出他字典里面定义不好的地方，这样他就会服气。所以我们很多那个本来读的
只是个人的兴趣，或者是觉得蛮好玩就弄到，将来都会有用处。所以同学，如果你有什么嗜好，你喜欢极限运动也好，你喜欢漫画，你喜欢那个任何你感兴趣的东西，其实都不用担心，你就是好好去发展它，你将来都可以结合你的专业，都可以派上用场。所以，我们台湾当年就20-30年前就不应该禁止那个电子游戏，因为台湾在当年那个电子游戏就认为不正当的娱乐就把它禁掉，然后呢，没收什么啊，所以我们那个产业本来它这个跟电子产业是结合的，跟我们的电脑是息息相关。那你看像日本跟韩国，他们没有禁止，所以他们的游戏软体就很发达。那台湾最近这5年来才开始鼓励，可是太晚了。不过还好，我们现在还有鼓励，所以可能还有希望。所以任何你喜欢打电动玩具啊，如果将来你当父母，其实小孩子喜欢打电动，你也不用那个去禁止他，你应该因势利导，就是说，你可以去打电动玩具，但是你该读的、该做的事你去做，你就好好去打。甚至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台大教授，他还买这个给他小孩子的那个，他在20年前他就买给他小孩子玩啊。像这样就后来他小孩就是做这种创意产业啊，做设计啊，对，就是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任何有兴趣的，我们都去做就是了。所以你去就业或者学什么东西，第一个你感不感兴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勇敢去追求你的兴趣，有必要为了说职场的趋势去那个。如果职场趋势这个样子，你可以去注意留意，跟你的兴趣结合。但是不要说我的兴趣不在此，然后来埋没或者牺牲我们的兴趣跟专业来迁就职场，我觉得那个是没有必要。那样其实往往也做不好。即使你赚到钱，薪水比较高，你做的也很痛苦。也许我这个讲法跟很多家长跟社会人士的讲法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那个看过那个《3个傻瓜》这个电影，对不对？我也是那个很多人跟我讲，我也是那个上个礼拜才跑去看，其实也是这样啊。你看那个很乖的，完全照那个院长的话去做的，他那么努力，了不起也不过第2名。可是那个就是完全发挥创意，然后为了兴趣去胡搞乱搞，然后发挥他的天才的，他还是他真正的成就还是更大，对社会的贡献还是更大。虽然那个读第2名的，他很循规蹈矩，按照学校的规定去做，读了第2名，然后最后也成为一个也赚了很多钱，当然很了不起。可是另外一个有200项专利，然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更大啊。其实后面这个部分，我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跳过去。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有这个终身学习的这种态度跟观念，因为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个时代呢，你学了英文，你外文系毕业，你就可以教书教一辈子，你根本不需要进修，因为你教国中多简单，26个字母，那几个句型，反正就是 this is a book 这样的句子，所以你不需要准备，你可以教一辈子啊。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学生他有可能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回来的，有可能他的父母英文很强，有可能他从小读很多课外读物，
也许他读过双语学校，也许他跟外国人学那个英文学了很多年，都不一定。所以我们都需要跟得上时代，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资产，我们要随时 update。因为知识的东西，有一些知识是1年就过时，有一些是5年就过时，有一些10年就过时，不一定。但是我们要随时要与时俱进，这样我们的才跟得上时代。另外，其实最简单的那个来讲，你不用讲别的，就是说，你追求新的知识，人生也比较快乐，你不会那么无聊啊。我们想想看，当年的中学老师，当年的国中教英文老师，为什么他们的态度那么不好，教书那么枯燥呢？因为他教10年、20年就教同样的东西，他觉得太没有挑战，所以他自己觉得那么简单，啊，你怎么那么笨，你都不会。可是从现在观点，你随便问他一篇文章，随便问他一篇报道，可能他就不会。等到他知道说，英文呢，语言现象是无穷，他自己的所知也很有限，他就会比较客气，会比较虚心来教学生，而不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笨，那么简单也不会。另外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说到职场上呢，我们除了专业能力以外呢，就是工作上的态度、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变能力，你要知道变通。那知道变通呢，如果大家能够参考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你比较严谨、客观、逻辑的态度跟方法来读书来学习，然后不要那么现实的那么功利，说我什么学什么不学，事实上自然而然就会培养这样的能力，比较会有应变、融会贯通的能力。还有，以往在很多学校里面教学的方法呢是比较被动，所以呢，学生呢在学习的那个的过程，他们的方式呢，他把我了解的内容、知识，我跟考卷沟通就好，我答出来就可以。可是他们不太需要跟别人沟通。可是进入职场以后呢，他的知识呢是要来跟别人，你不是你自己懂就好，你要懂得把你懂的东西让别人也懂，让别人了解你的想法跟你的知识。所以沟通能力，你的怎么去 present 你的知识就蛮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就是说你有知识以外，你还要能够做 presentation， 你要能够表达，你要能够甚至表演。但是我们不是政客，倒不需要去做到表演的程度。但是你看政客他们都很喜欢表演，但是我们起码要能够呈现我们的知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你到任何公司，只要你要当主管的，人家就要求你上去做简报，所以你的简报能力就很重要。那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老师都比较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学生上来做简报、做书面报告或口头报告。那在早期台湾是比较透过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底下听。那如果我们的教育方式比较有多这种讨论，多一些意见交流，多一些需要去说服人家或让别人能够接受你的意见的，这样对职场的工作也会有帮助。那还有研究能力啊，我们在研究所当然都会学校都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那个调查研究，那这样的能力在职场里面就蛮重要的。以往我们是比较不重视这一些研究调查。
还有这些，我们在学校期间就尽量去学习这些能力呢，将来可以带着走，可以移转的。比如说有机会呢，我们就要自告奋勇去帮忙做义工啊，去帮忙做接待啦，去帮忙做老师的助理啊，去表面上好像说我们失掉一些休息或者打工的机会，有一些工作可能是没有报酬，但事实上对增进我们人际关系跟培养应对跟学习一些可以转移能力都是蛮重要的。我认识蛮多人啊，其实就是自告奋勇，帮国外来的学者去接待他，去机场接待他，然后成为后来这些国外知名学者，当然就写信来感谢这个研究生，然后后来建立交情以后，这个研究生他后来要申请美国的这些名校的那个入学之后，这个认识人当然当仁不让帮他写介绍信，还帮他交涉，取得蛮不错的奖学金。反正我认识一个朋友，本来是说只可能给他多少钱，后来因为他是家里比较没办法负担那个美国名校的学费，一年都要台币那个200万左右的费用，后来就是帮他争取到蛮好的条件。那这些都是因为透过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去帮个忙，然后就认识了这个名学者，然后就这样搭上线，然后后来帮那个名学者的那个论文，也是自告奋勇把它翻成那个中文，登在中外文学。然后因为这样的然后翻出来确实还翻得不错。当然，这个原作者会帮你修改，他是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就帮他修改，然后登出来以后，后来也算是碰到贵人。但是碰到贵人，并不是说碰到贵人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偶然的机遇，很多我们可以制造、可以创造，因为这种机会太多，很多只是你如果不走出去，你就不会有这种机会。还有我们要培养这样的自信，就是说，只要我出来做，我参与，我一定能够做出贡献，会让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不要存着那个混一下，说啊这个是所长派的啦，指导老师派的，叫我做的，根本我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态，你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工作，其实都是白白付出，因为你也很痛苦，然后你做的成绩，人家可能不会满意。但是你如果你去做以后，就说这个是我来做，跟别人做会有不同，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巧思、跟你的创意、跟你的专长，把它投射进去、投注进去，这样你做出来就会跟人家不一样啊。就像说，我想这种职场的讲座很多了，像如果人家找我，我就会想到说我是学外文的，我是对植物有兴趣，我会想办法说，我把这个植物跟外文的这个把它弄进来。如果纯粹谈说我怎么创业啊，怎么赚钱啊，为什么营业额能够达到那样的那个啊，那个你跟比如说以苏宁，假设说苏宁2亿的营业额，跟郭台铭那个几兆营业、3兆营业额比起来，那算什么啊？所以你要比那个，就有人有更那个，但是在一个中型企业里面，就是说我们做自己有兴趣的，然后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跟兴趣能够结合。跟我读外文系，然后跟植物、跟中国文学、跟历史、跟人文有兴趣结合在一起，啊，我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我很快乐做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人生观跟这样的态度，啊，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跳过，也许有兴趣的可以把这个投影片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分说一样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台湾跟其他国家可能要求也会不一样。好，那我们慢慢走上国际化以后呢，这些要求呢，慢慢呢会越来越一致。比如说台湾20年前、30年前跟现在的要求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看这样的那个调查里面啊，像他们希望的就是说有特定技能跟知识有关能力，还有通盘的整合能力，还有态度，就说你的个性，还有跟人家相处的能力。除非假设说你是电脑专业的，处理这个，当然你个性比较孤僻、比较怪，人家对你不可耐，因为反正电脑没有故障，我不会去找那个电脑工程师来解决，说我电脑坏掉了、宕机啊或者那个啊。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呢，可能都需要跟别的部门去沟通协调，去那个即使我刚刚讲的电脑专业，技术方面的，其实也不见得完全不需要跟人家沟通。不过比较可以说，你不太理人家，人家还是会来找你。但是有很多部门，你的工作是需要跟人家互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英国、欧洲其他国家跟日本，他们在调查大学生所拥有毕业时所拥有的能力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例如说，像英国就蛮重视学习能力跟工作独立性，在欧洲是工作独立性是第3，可是，在日本认为忠诚跟整合是最重要。那在台湾呢？以往呢，企业的老板也是比较重视你的忠诚度，现在可能也蛮重视，可是现在你光是忠诚度可能不够，他要求你的能力。以前台湾早期是你的忠诚比你的能力更重要，因为你的能力不够，但是勤能补拙，老板相信你，起码他知道你不会做坏事，不会把公司搞垮，所以他还是相信你。可是现在呢，公司慢慢都有制度化，通常你一个员工你要乱搞，破坏也是有限，因为有很多你没办法去经手，钱你不会经过你的手就是小钱，所以他比较重视的是你的专业啦或其他的能力，所以忠诚他当然也会考虑，但是不是唯一的考虑。所以这些因素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你到外商公司，他就要求你非常独立。可是，在华人的公司里面，他可能不会要求你非常独立。他可能你要看你的老板，你的老板如果他很授权，他是希望你不要来烦他。可是有一些老板他是一把抓，有些主管是，你只要没有透过他，他都很不高兴。所以你就是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工作环境里面哪一些，你当然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你没有这种能力不行。但是你有独立工作能力，你在职场上如果那个工作环境它不鼓励你独立，你还是按照那个企业的文化跟环境来作业，好，你把自己的事办好，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主管希望要能够透过他，能够报告他，那你就去报告他。但是在外商是不一样，外商是你最好都不要来找我啊。所以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工作的机会来那个，不管老师学校的授课，我们都可以尽量做这样的设计，来让同学有机会来体会，来学习这方面的能力。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2句话，就马太福音里面我不是基督徒不过我觉得这句话蛮那个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 to you。就是有求必应啊，无求不应啊。你敲门，门才会为你打开。你要争取好的机会，你要主动出击。譬如说，你要求加薪，可能你要自己提出来，或者还有就是说，你去就业的时候，你去面谈，你如果希望3万块或者4万块，你就不要讲2万块。你如果讲2万块，人家不会主动给你3万块。你要讲你真正期望的，不要讲为了迎合人家去讲那个。你如果讲3万，人家可能砍成2万5，你讲2万5，就是要1块给5毛，可能会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你要去要求，要去追寻。这个是在职场上，在学问上也是这样。你如果英文或任何一门学识知识你不懂的话，你要去问，人家才会给你答案啊。包括问自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词，你要问自己说，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讲，然后你问了自己，你问人家，人家也许给你答案，或者你上网去查，那你问自己，你下次碰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期而遇。比如说，你看到任何一个，假设说我刚刚看到讲的那个金露花，你就在想说英文怎么讲？你碰到海豚，或者碰到我刚刚讲的说海豚或者海豹、海狮，我们看到这个字就去想到说这英文怎么讲？或者说我们假设看到昨天或今天的报道说，那个在一个梵蒂冈那边，他们要把那个保罗什么几世那个什么宣服，我们就要想宣服英文到底怎么讲英文就是 beatify beatify。你要同时去想英文，你下次看到英文的报道的时候，你看到 beatify 或 beatification， 就是我们中文的那个所谓宣服的仪式。像这样，我们都是要有这种好奇心，去追这种 curiosity， 还有这样的动机 motivation， 这样我们的学问就会知识就会越来越广。还有一个这英文是我写的Never too young to open a book, never too busy to read。开卷不嫌早，学习不怕老，想读不会没时间。这个是前年台北阅读协会他们在那个要选那个提倡阅读的标语的时候，我心血来潮那个写了一个中英文的那个标语，后来网络票选，我就没想到就第1名，后来台北市立图书馆就把它做成一个书签。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个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我们谢谢那个施老师有这样这么丰富的那个演讲内容。那不晓得说现在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地方要好奇一下的？就刚才苏老师也提到了，知识都应该保持着好奇。那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再可以讨论一下这样？有吗？那主动敲门才会有所获这样子的。请问董事长抱歉请问那个义工义工制度还有那个制作财产权就你的观察有没有影响到就业？义工制度跟制作财产权的事情，有没有直接间接影响到就业
谢谢。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影响。对，很多工作人要做。因为每个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因为你义工也会创造更大的兴趣跟市场，那也会，比如说博物馆的义工，或者博物馆它也需要正式职员，也需要义工，他会因为有义工而把那个他们的导览员那个裁员掉了，我想也不至于。还有那个著作权，当然都有正反两面的。比如说，著作权可能创造工作机会更大，而不是更少。比如说，你创作了一首歌，拍了一张照片，人家转载，可能你就有赚钱的机会。还有，因为这些著作权很繁琐，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懂，就会去请教法律顾问、著作权顾问、专利商标事务所，然后就创造了这很大的商机。那台湾在早期没有这个著作权的时候呢，可能这些专利事务所还有发明的这个申请的事务所就没有那么多家，可能只有1、2家，现在可能就有几百家啊。还有了这个以后，经纪人，比如说你经纪人就更有工作做。我刚才没有时间解释那个很多经纪人的工作，比如说你要做经纪人，除了影歌星、运动员以外，各行各业都需要有经纪人。比如说在台湾很可惜的，我们这个经纪人都没有好好去发挥，也没有去培养。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蛮多发明，可是这个发明你都很少看到它上市啊，因为它都没办法把这些发明的东西到国外去申请专利，然后去接洽美国、英国、德国、欧洲的这些大公司，把这些专利权去授权，取得权利金。我们其实也是嫌麻烦，只要人家出100万美金，他就想，哇，100万美金是3000万，啊不得了，我就卖断了。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他们没有那么少，他有什么专利？你看，光是发明回纹针跟那个广告那个信封的那个贴一个那个玻璃纸，那个窗式玻璃纸。像有一次我去芝加哥，我朋友带我说，哦，这个豪宅就是发明那个广告那个信的那个上面有一个窗口贴透明玻璃纸，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名字这样。他发明那么小东西，在台湾可能我5000块就卖掉了。他不卖掉，他就用专利啊，所以他就靠那个就赚了几亿啊。回纹针也是一样啊，像台湾我们可能就回纹针，那我就5000块卖给你们，我把一个铁丝卷成这样去申请专利。那像这样的，就是要有这样的概念。如果经纪人呢，他不会卖掉，经纪人就是抽佣金，就是最好卖一辈子，我才可以抽一辈子啊。如果卖断就不是了嘛。因为稍微分享一下刚才那个讨论的问题。其实像我有朋友，他们那个，也就是说，他就说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他都会比如说他带不管是父母亲或是他自己的小孩，然后就是从小就带着他去做很多的运动，然后他们的想法就会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也有相关于刚才苏老师提到，就是说让他去做一个，对，他就广结善缘。他广结善缘的时候，可能也为他自己创造很多的机会。那至于说这个跟这个所谓的就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要把它串起来的话，它其实就创造了更多的那个可能性这样子的。所以又回到刚才苏老师提到的，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说一定要看到最眼前最短暂的那个利益，而是可以先布下很多的种子，然后为将来铺更多的可能跟机会这样子。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或者说你想要分享一下你的心得或感想？有没有？李老师，苏金老师。
就跟我刚才讲的台语，我们学国语的那个经验一样，我们学一种语文其实都没有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你只要把我们学母语的方式拿来用，比如说我们学中文啊，我们学台语是最简单，我们纯粹用听的，就学会一种语文。所以你也可以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说，我也不想去买书，我就是听，我就是在操作电脑或者那个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英文的节目打开，我就是听，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买美国、英国他们小孩子听的那些童话故事啊，或者什么讲笑话什么听，这样或者是看美国的那些连续剧啊，那些儿童节目、卡通什么都可以，漫画都可以。像这样的方式，最容易、最自然而然就学会一种语言。那你如果说要进一步，已经脱离故事那个阶段，唯有知识内涵，那有很多写给美国、英国6岁、7岁、8岁小孩子的这种知识性的读物啊，1000个为什么、1万个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5万个为什么，这些都蛮有趣的啊。讲那些知识，其实有很多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植物有这些卷须啦、为什么那个海豚或者海狮、海豹，它的那个鳍会退化。其实很多这种儿童百科全书都有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演变。比如说海豚本来是陆地上那个一种中陆兽，像狗那样的动物，后来为了生活环境的关系，到海里去讨生活。所以一个哺乳动物本来是陆地动物，又变成海里的动物。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知识跟语文，学语文啊，没有必要为了学语文而学语文。语文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载具，所以你在学知识的东西的时候，本身就在学语文。所以我们要可以那个学一个东西，达到2个或3个目的。我们在台湾以前呢，是说学英文把它抽离起来，学中文把它抽离起来，所以这样学了以后，除了应付考试，其实都很难整合应用。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学在学宗教的时候，我们的课本如果是英文的，好好的把那个英文的好好的去看。如果你看不懂，你找更浅的；如果更浅再看不懂，你交替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标准教科书，它可能是学者比较难一点，你看着，然后搭配的美国、英国、澳洲写给中学生的那些有关宗教的那些介绍，搭配来看。像美国、英国他们都有宗教课程啊，就是他们公民的一部分。你把那些拿来搭配看，你就很容易就能够接受。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同学有去家教，或者当义工去辅导人家，或者你自己有小孩，教小孩的时候亲子阅读，找小孩子读英文的材料，你选一些有趣一起读，这样的你又不用去缴补习费。我觉得去补习班补英文那种其实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金钱。事实上最好的就是你跟你的小孩子一起阅读，又可以培养感情，又可以跟小孩子不会有代沟。然后呢，你也比较知道，就是说，也可以从这里面，万一小孩子不懂，你可以辅导他。但是我们会担心说，万一有的发音不标准，这个现在都不成问题。现在你都可以找那种有发音的、有录音带的，然后一起来那个，而且这样父母的那个脾气也会比较好。你如果碰到小孩子不会的时候，不会动不动就说为什么这老师不会，你会发现我们在吸收知识的时候，有时候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没办法开窍的地方。大人也是一样，不止小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小孩子刚好不懂，我们懂，我们就可以教他多读写啊，那个听的是最重要的。
大量的听，你比较能够培养语感，对语文的认识。